这是也是有一个国语作品学很多中文歌，可是我因为一直出母语专辑，好像中文歌都用不到哦。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在场，不知道是谁，就是你有认识田馥甄或者是还是蔡依林啊，他们在邀歌的时候，有很多歌可以给他们唱，我用不到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唱母语的，我不会跟他们打市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都讲好的。来，这首歌《深夜》送给各位。水不能